林的家扶中心招募到寄养家庭，欢迎满25岁有高中以上的学历、收入稳定的家庭来加入到寄养家庭的行列，或者弱势儿童有一个温暖的家。婚林家扶中心有31户寄养家庭，照顾34位儿童，照护年龄会使讲是真热闹。所以欢迎只要年满25岁、有高中学历以上、佮有稳定收入等条件的家庭来加入。咱每一个寄养家庭吼，有即个25614块到31306块的即个补助。两位寄养家庭的妈妈嘛讲，照顾囡仔成长是互相陪伴的过程，嘛带互因真侪感动。我的孩子们，大家也都很支持我们照顾这些需要帮忙照顾的孩子。节日啦，他们都还蛮重视。大家就联络一下，然后一起回来带个礼物回来帮孩子过生日。因为这些孩子让我们的家庭团聚是增加的。欢迎有能力、有意愿的乡亲，会使向婚林家扶中心联络报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